咱的国人伫台东呢，拢会看到真侪岛鸟。即马伫台东市海滨公园，今年是出现一只真罕见，或者是冻冠岛雁的岛鸟。伊伫草埔等咧找食。台东县的野鸟协会是呼吁民众，若准看到伊，千万唔通甲交叉。远远看草埔一只探头亲像鸭的动物，最近这几天出现伫台东市海滨公园，身躯有普白色的毛。一般人看到就是鸭，或者是牛，不过伊唔惊人。若是拄到附近有狗，赶紧马上就飞走。这几天都有看到它、哦。对啊，很老单了啦。拢伫遮，拢无啥惊人哦。人佫足近的，你甲翕相吼，伊嘛袂走。台东县野鸟协会表示，这是一只伫台东真罕见的冻冠岛雁岛鸟，伫台湾生物多样性调查记录为2007年到即马，台东县只观察到12摆，因成长伫北西伯利亚过境台东是要飞去南平岛东，会出现伫海滨公园，主要是这环境适合伊暂时休困，要长久食米。动物多元呢，它主要出现在河口、湿地还有农田的环境，那主要以禾本科的植物还有草本的植物为主哦。目前伫台东只观察到这只冻冠岛雁，虽然伊毋是保育类动物，毋过食古水，佫毋惊人。台东县野鸟协会呼吁民众拄着伊静静观赏就好，毋通甲惊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